中华地检署抓到一阵非法的中人，因是带台湾民众去到中国换器官，其中一个姓陈的外科医师，佮捌伫咧中华一间病院的器官移植中心遐做过，因此中人是安排10个台湾民众去到中国病院去遐换肝换腰子，收人差不多是300万到750万不等。不过大部分的人去换了后呢，拢干那会当换2年到3年尔。检方也甲这阵人提起公诉。 镜头前面笑笑，捌伫中华某一间病院器官移植中心任职姓陈的外科医师，甲医疗团队欢喜翕相。不过，中华地检署2年前接到检举，伊牵涉到假死的同伴非法中介10个国人去中国的病院进行肝脏甲腰子移植手术。今年5月，陆续躯体到案25件件，以及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全部提起公诉。被告等5人涉犯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2条、第16条。 有偿中介器官移植及银行法第125条非法办理汇兑业务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对陈姓被告具体求处有期徒刑6年。检方表示，每一个病患肝脏移植开500至750万，腰子移植开300至350万不等。大部分的人存活时间煞干那2-3年，有的甚至移植失败死亡，也是回国1礼拜内就过身。姓陈的医师当时伫咧任职的病院正式有启动内部调查，认定姓陈的医师有违反医学伦理的义务，所以伫2020年6月都无续聘。 其实，在2020到2022年之间，我们医院也有启动内部调查，他是多次没有向院方报备就到那个器官来源不明的那个中国我们是在有违反医学伦理的疑虑之下我们才决定那个时候才决定不续聘。台湾国际器官医学关怀协会强调，台湾当年差不多有100至300人去境外进行器官移植手术，中国因为器官来源不明，患者会面临医疗、法律甲道德等真悬的风险。在中国大陆很多的地区都是使用一些死刑犯、良心犯或者说像是法轮功学员或是维吾尔族等所谓政治犯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器官来源所以它不仅仅是违反了器官不应该买卖的原则同时也可能涉及到更进一步的反人类罪行。检方批评姓陈的医师违反医学伦理，介绍费就赚1482万。2008年，就捌因为违法移植器官，互人送电解，煞唔知悔改，也继续违法行为，所以具体求刑6年，其他4个人求刑3年，个扣押以及申请没收不法所得2007万。记者综合报道。